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中小企攻略。我係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嘅理事阿 Sam。今日咧會為大家主持咧中小企攻略拍檔獎篇嘅特輯。咁咧每集咧我哋都會邀請2025年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嘅得獎公司咧接受我哋嘅訪問㗎。咁啊講下佢哋公司嘅最新產品啦，同埋服務。咁啊等各位中小企老闆咧可以提升營運效率啊，捉緊市場機遇嘅。今日我哋好高興咧邀請到今年獲得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嘅金獎得主啊，大新銀行有限公司企業銀行處總經理及商業銀行主管 Alan 同我哋傾下偈嘅。Hello Alan， 你好。你好 Sam。Alan 啊，不如同我哋講下大新銀行有啲咩產品同埋服務係適合中小企嘅咧？好啊 Sam。中小企係大新銀行嘅重要客戶群啦，我哋致力為中小企提供全方位嘅支援，協助其持續發展。大新銀行咧喺香港共有42間分行，並且喺中國內地、本港、澳門3地合共經營63個業務點。我哋嘅企業銀行咧，為每位中小企客戶，佢哋專屬嘅客戶經理，全程跟進客戶開戶，以至制定理財及融資方案。無論係帳戶查詢定係業務發展需要，客戶除咗可以直接聯絡專屬嘅客戶經理，仲可以透過我哋每星期7日、每日24小時無間斷嘅企業網上銀行服務，或者企業流動理財服務 DS Direct 管理帳戶。中小企客戶透過我哋嘅企業銀行戶口，可以輕鬆處理電匯、轉帳、發薪、收付款等日常嘅業務需要，實現一站式嘅現金管理。此外，我哋憑大新銀行集團3地4平台嘅獨特優勢，包括位於香港、澳門、中國內地嘅大新銀行啦、澳門商業銀行啦，同埋大新銀行中國以及大新銀行深圳分行，靈活調配集團內部嘅資源，為中小企提供跨境嘅融資以及外匯管理方案。無論係開戶啦、跨境匯款啦，以至貿易融資申請，我哋都能夠提供一站式服務，支持中小企喺境內外嘅發展，把握大灣區嘅機遇。與此同時，我哋積極配合政府嘅政策，為中小企提供多元嘅融資方案，包括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SFGS， 並支持還息不還本等優化措施，以及金管局嘅9項措施支持中小企，緩減客戶資金周轉嘅壓力，陪伴客戶喺業務發展路上穩步前行。我哋亦希望了解中小企嘅心聲，為佢哋提供多元市場資訊，支持中小企升級轉型。我哋積極透過贊助不同嘅活動同埋講座，增強中小企嘅競爭力。希望中小企喺部署升級轉型嘅時候，會想起大新銀行係理想嘅合作伙伴。果然係中小企嘅最佳合作伙伴嚇。OK， 咁我想問下啦，面對全球衝擊啦，而家每日嘅新聞都唔同嘅咁樣啦。咁啊，大新銀行有啲咩方法咧協助呢啲咁動盪嘅經濟咧，幫助中小企成長咧？好啊！近年地緣政治及經濟起伏不定，國際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多變。面對貿易戰嘅升溫，中小企需要深入了解國內外市場格局，重新拓展新市場，尋找新嘅供應商，並重新調整供應鏈嘅佈局。喺舊年11月，我哋大新銀行聯同團結香港基金發布咗首年大灣區行業發展指數，透過多維度嘅評估，全面剖析大灣區9+2城市喺6個重點行業：金融服務啦、創新及科技、貿易及物流、製造、建造及房地產、文化體育及旅遊嘅表現，協助中小企掌握區內商機，為中小企制定業務策略作參考。為配合中小企客戶拓展大灣區或東南亞嘅新興市場，我哋嘅企業銀行團隊積極透過3地4平台，為客戶提供便捷嘅跨境服務，包括跨境匯款、現金管理、貿易融資方案、出口保理啦、進出口發票融資等，以及外匯及財資產品，幫助中小企提早鎖定匯率風險，降低應收帳收款風險，同埋靈活周轉資金。此外，我哋亦為中小企提供多元融資方案，支持業務擴張，包括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SFGS 等。作為植根香港、放眼大灣區嘅港資銀行，我哋憑着本地經驗以及跨境嘅服務網，致力成為中小企嘅長遠夥伴，
助客戶喺全球動盪中發展機遇，引現發展。哦，好緊要喎呢個，特別是大灣區啦，大部分我哋而家香港企業都上大灣區發展㗎嘛，咁啊多謝你哋啦嚇咁好嘅服務。咁我想問下啦，咁未來有啲咩服務係可以幫中小企行得更長遠嘅咧？好啊，我分享下大新銀行將秉持以客為本嘅宗旨啦，結合專注、忠誠、靈活同埋快捷4大原則，致力為中小企提供多元化嘅銀行服務，希望能夠與客戶共同創富，建立長遠嘅伙伴關係。未來5年，我哋將重點從以下3大方面支援中小企嘅長遠發展計劃，與客戶共同成長。第一，發揮3地4平台優勢，在中小企拓展大灣區機遇。我哋會靈活調配集團喺大灣區內3家全資銀行嘅資源，迅速回應不同客戶嘅需求，為有意喺大灣區內拓展商機嘅中小企制定跨境融資同外匯管理方案，支持佢哋拓展香港及國內業務。就今年而言，我哋特別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辦一系列名為《大灣區營商新力軍必修班》嘅課程，為中小企提供更多資源、資訊以及支持技術支援，協助中小企喺大灣區內發展。第二，推動數碼金融服務，與中小企同步更進步。本行會更積極投資於銀行產品以及服務數碼化，優化企業網上銀行以及流動理財服務 DS Direct， 簡化中小企嘅開戶啦、貸款申請啦以及資金管理流程，配合香港智慧銀行發展嘅趨勢。第三，支持 ESG 轉型，幫助中小企增強嘅競爭力。我哋會致力推動綠色金融產品，例如綠色貸款 Green Loan， 並且積極舉辦工作坊及研討會，提升中小企對環境、社會同埋管治 ESG 嘅認識同埋應用。我哋將持續與中小企共同成長，協助中小企實踐可持續發展，增強市場競爭力。非常之好，咁啊內容好豐富啦。咁啊各位中小企，如果有需要揾到銀行服務嘅話，記得揾大新銀行啦，係啦。咁喺節目完結之前咧，咁提提大家啦。2026年咧，中小企獎咧會喺今年12月咧就開始報名㗎啦。咁啊，如果大家咧都想將自己業務啦推廣俾大眾嘅話咧，唔好猶豫，記得留意我哋商會嘅專頁咁啊發布最新嘅消息。咁啊，再次多謝你 Alan 接受我哋個訪問啦，咁樣亦都恭喜大新銀行獲得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嘅金獎啊！咁我哋下一集中小企攻略再見，拜拜，拜拜。